各位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真欢喜，今仔日咱三甲组织伫主的圣殿，同心来敬拜伊。这是邀请各位咱安静咱的心，从咱全灵全心全意摆咧伫主的面前，来有比今仔日2场礼拜对主遐来的领受。这是安静咱家己，将咱家己甲上帝的关系，咱献上咱的祈祷，咱三角来祈祷。主阿们，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搁一摆引带我来到你的圣殿，主我们来敬拜你。主要传扬你的救恩，我们来称赞你，因为你是至高独一的主宰。见有喘气的，拢摆伫你的面前来欢呼，要将荣耀归予你，搁要尊荣你，而了你是创造主。主要感谢你带领我每一位兄弟姊妹来到这，组织伫你的厅的中间。搁要感谢你为阮预备一个充满稳定平安的教会，富强教会，互咱当伫这同心合意来敬拜你，服侍你，也彼此来扶持。受造就，主啊，阮感谢你美好的安排，互阮伫小组团契中间找到属灵的家，伫遮合适你的话语，经历你的同在，甲兄弟姊妹同行天路，伫你的厅当中间，我们来彰显，互阮无单是感受彼此的关怀，搁也是来深深体会到你无条件的疼。甲丰盛的供应，主啊，恳求你，互阮搁较委身伫你的事工，彼此相听，同心合意的服侍，愿阮的教会成做你荣耀的见证，成做祝福的管道。主啊，要将兄弟姊妹，阮家己甲你的关系，阮全然交托，来摆咧伫你的面前，求来引带阮未来的路站。有主，你满满的丰盛的恩典，甲祝福伫阮的生命中间。阮将一切献上阮的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全能的上帝，你的确大大祝福伫阮的生命中间。全能的上帝，请你听我的祈祷，愿你大大赐予我，开阔我的心肝，将你的话甲示我，你的双手扶持我，赐我智慧甲才能，为你荣耀征战。愿你甲阮同在，做我是为的顶摆，保护我无日试探，带我脱离灾害。愿你甲阮同在，将我放你的手内，做你一生的器具，主听充满世界。主来献上咱赞美的祈祷，咱来称颂上帝的圣名，咱嘛来数算主的恩典，咱嘛感谢上帝对早前到即摆的带领，无论咱面对什么的挑战，伊拢带咱安然来度过。相信咱嘛来主的面前，咱来认罪祈祷，求主来赦免咱所有的罪，咱三角出声来祈祷。
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是配得颂赞的主，你的主啊到永远，你的信息到万世。今日完全，今仔日我拢会自责，全心来敬拜你。我的喙唇要唱新歌来学乐你，我的心灵要归荣光予你。你是创造天地的主，万物拢是对你而来。有开有喘气的，拢嘛是你所想事的。主啊，愿你的名今仔日为着高举，愿你伫阮中间设立你的宝座，愿圣神引带阮进入你真实的敬拜。主啊，感谢你一切的恩典。主啊，阮感谢你，逐日所供应阮所需要。感谢你的看顾，保守阮的家庭平安。感谢你赏赐阮教会牧者同工兄弟姊妹互相扶持。主啊，阮知影人生有艰难，阮的挑战拢不断的来。无论是家庭的困境、身体病痛、工作的压力，甚至于信仰上，拄着困难，主总是你去帮助阮，坚固阮的信心。面对一切的艰难，拢无惊吓，因为你是阮的倚靠，是阮的力量。主啊，嘛要来你的面前，将阮的罪摆在你的面前。阮常常软弱，违背你的旨意。主啊，求你赦免阮的过犯，你洗清阮的心，赐阮一粒清心正洁的心，正直的灵。忠心点倒对你的疼，互阮愿意来搁较面对你，忠心行伫你的真理中间。主愿在阮深深来得罪你，求你怜悯阮。阮愿意真做圣洁，归你为圣，做你的子民。主啊，恳求你将一切无属于你的。你所无欢喜的，对阮生命中来刷走，互阮真做一个圣洁的器皿，是你所甘乐的，是合适，有对你的圣工所用的。主，我们将一切献上阮的感谢，原来感恩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圣名。即时咱嘛为着富阳教会来祈祷。求主来兴旺咱富阳教会，互富阳教会是一间传福音、学习主样式、兄弟姊妹和睦相处、彼此接纳。互富阳教会是一个充满主疼的教会，成做社会的亮光，成做祝福的管道。咱嘛常时为着教会牧者团队、中职同工每一位会友来祈祷。富阳教会，大家拢有一粒谦卑的心、顺服的灵，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上帝，领受上帝的恩典。那么为着富阳教会，大家家庭献上祈祷，上时嘛为着病痛中的肢体来祈祷。咱三角出声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亲爱的天父，主我们恳求你来兴旺阮富阳教会，互阮的教会成做一间传福音的教会，有主的样式，主的疼，求你互兄弟姊妹彼此相疼，互相接纳，用合一的心，用福音，互教会成做社会亮光，成做祝福的管道。愿你互阮，看见阮的作为，就将荣耀归予天经地的地。主啊，求你祝福。牧师团队、中职同工、各团契、首长，无论是啥物所在服侍，都有你的恩典甲三角之地，你的能力充满伫的每一个人的心上，互阮拢有一粒谦卑顺服的心，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你，体会你的疼，活出基督的生命，也恳求你顾念每一位家庭甲病痛中的肢体。求你亲自安慰、医治、扶持，互阮觉得你是阮的牧者，阮拢无欠缺，这是真实的大恩典。主我们将一切献上阮的感谢，有咱的感恩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圣名。相信咱嘛为着今仔日2场的礼拜，咱献上咱的祈祷，咱将今仔日牧师要传讲的信息摆在主的面前。
求主的圣神、甲牧者、牧师啊三甲弟弟，互牧师嘴里所讲出来，拢是带有能力，对主上帝遐来的话语。今日上时嘛是教会学校纪念主日，咱嘛为着教会黄立龙老师甲刘新凯同学的分享甲报告，咱来祈祷。上时咱嘛为着今仔日2场礼拜，兄弟姊妹谦卑的领袖，咱献上咱的祈祷，咱三角出声来祈祷。现在上帝，像我们主耶稣，今仔日2场礼拜，献上阮的祈祷伫你的面前。主啊，今仔日的2场礼拜，我们把交托转来交你的圣手，愿你的圣神充满这个所在，充满富强教会，充满每一个座位。牧师所传讲的信息，满有对你遐来的话语甲亮光，传你的真道，互阮所听的人有会当领受对你遐来的稳定甲服务。主啊，要将今仔日教会纪念主日全然交托，为着黄立龙老师甲刘新凯同学的分享，主啊，只有你带领伊所分享的，拢有满满主你遐来稳定甲感动。来领受，主啊，要将今仔日所有服侍同工摆伫你的面前，无论是敬拜团，无论是影音、交通服侍、主日学等等，主啊，因拢伫主你的稳定中，互无共款的恩赐，互因伫服侍中来体验你的稳定。主啊，恳求你来带领阮今仔日2场礼拜，用你满满稳定伫阮中间，阮的感恩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圣名。你大大赐予我，开阔我的心肝，将你的话甲是我，你的双手扶持我，使我智慧甲才能，为你荣耀真济。就是邀请兄弟姊妹，咱若方便，咱会当去座位中来起立，咱三角来敬拜上帝。你大大赐予我。我的心肝，将你的话甲是我，你的双手扶持我，使我智慧甲才能，为你荣耀真济。愿你甲我同在，做我是为的敬拜，保护我无离失败，带我脱离灾害。你甲我同在，将我放你手内，做你得胜的器具，主听将我世界。愿你甲我同在，做我是为的顶摆，保护我无临失败，带我脱离灾害。愿你甲我同在。咱今日要来敬拜这位荣光的主耶稣，伊的名真正有价值，值得咱大声来欢呼。伊的国度有尊贵荣光，直到永永远远。伊是奇妙的救主，是万王的王。伊听长看关心，超乎咱所知影的。咱用全心全意来敬拜伊，将一切荣景、颂赞、尊贵献予伊。愿万国万民拢看见伊的荣光，做伊的国。大声来欢呼，俄罗瓦的主耶稣，宣扬你无比我听起声救赎。大声来欢呼，俄罗瓦的主耶稣，尊贵全能的主。大声来
看好我主耶稣，尊贵全能的主，啊，你通行，到底你海角，传好消息，予人拢知，真上的名，我给你国度。荣耀，
是咱的用圣诗160首，诗曲我需要主。诗曲我需要主，耶和华主名，要听我主的声，就会欢喜。求主引点我心意，诗曲教我记得。我心无一个无记，我来求你。诗曲我需要主，你那顾我，试炼拢无亏咱，人袂。神的主，我的上帝，感谢你赏赐阮这个连续的假期，是阮追思少年，阮过往的亲人的时刻，也是领受上帝恩典的时刻。感谢你，互阮伫这个圣日的早起，搁一遍自入到你的圣殿，伫遮同心敬拜。阮看见上帝的恩典伫阮世间人的中间，也阮一代过一代，看见上帝你的疼拢无离开阮。阮也确信，伫你的内面，伫你的家，我要享受满满的恩典甲祝福。所以，阮真爱做你的囝，久长无变。是因为上帝你是阮的主，是阮的天父，我要仰望倚靠你，也要一生跟对你的脚步，行伫你恩典的道路、祝福的道路、平安的道路。愿你的平安甲阮伫地，愿阮今日敬拜、学乐、祈祷，拢归荣光伫你。你的圣神伫阮中间来运作，互阮看见上帝你的荣耀，领受上帝你话语的造就。伫你的面前，阮将这个礼拜交托你的圣手，愿圣神亲自引带甲带领。感谢祈祷，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日姊妹，请咱由阮徛地，咱要来纪念这个尼西亚圣经尼西亚圣经做伙来明白咱所信的，咱同心来念。万幸独一全能的父上帝，创造天地一切有看见无看见万有的主。万幸独一的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伊对一切世代以前对白生的，对上帝出的上帝，对光出的光，
对圣神出的真神，是死的，毋是受造的。甲爸同质同体，万物对伊来创造。伊为着咱人，甲为着咱的真拯救，对天降临，对圣神照在小女玛利亚出世，正做人。伫本丢比勒多任内，为咱定世界，受咱埋葬。照圣经所记载，第3日过活上天，现在坐伫爸的正面，伊要领光在来审活人甲死人。伊的国无穷无尽。阮信相属活命的主圣神，对爸甲囝出。甲爸囝同受敬拜，同受荣光，伊捌托先知讲话。阮信一个圣共同圣道的教会，阮各买一个去下做洗礼。阮希望死人过活，来世活命。阿门。大家请坐。启应，启应文第34篇，由我来启，会众来引。着称赞上主，我一生要称赞上主。毋通倚靠君王，因一个断去就归途。靠雅各的上帝帮赞的人真有福气。伊创造天地海，嘛创造其中万物。伊为着受枉屈的人伸冤，上主讨放受关监的人，上主扶起受压制的人，上主保护出外人，伊扶持孤儿寡妇。上主为永远做王，就称赞上主。这是咱做伙来祈祷。慈悲听咱的上帝，天父上帝，阮要大声来学了你。地甲地上所充满的世界甲世界的万物，拢是属伫你的，阮是你所疼的儿女。万军的耶和华，你是荣耀宇宙的主宰。感谢天父，阮因为基督的救恩，会当将阮心内烦恼、惊吓来到你的面前来恳求。天父，阮要求告你，当即摆世界各国发生真侪天灾。侪地动发生伫中国、日本、缅甸、台湾，也阁有严重的森林大火发生伫希腊、夏威夷、美国、韩国，阁有侪战争伫欧洲、乌克兰、俄罗斯、以色列、叙利亚，连阮所徛起的台湾，嘛有战争的威胁。伫个经济方面，美国发动的高关税保护主义政策，造成全世界可能进入长期的经济衰退。主啊，阁气候变迁、全球的暖化，这个问题，拢是阮人的罪行所造成的状况。全世界拢惊吓无安定。主啊，阮的心也同款的惊吓，我毋知影以后会如何。
好佳哉！阮因为耶稣基督是有愿望的，求圣神帮助阮，互阮知影，通诚心来悔改，离开阮所犯的罪过，而且求主帮助阮，努力将悔改救赎的福音传予众人，互悔改的人愈来愈多，愈来愈多，会当来领受上帝的应允，互即个地球生存的人类，通有愿望，会当得到上帝你的怜悯甲保护。愿恳求圣神即时来充满阮的圣殿，充满阮的心，通互阮每一个会众拢会当领受圣神的感动甲引带，毋但帮助阮会当谦卑认真来悔改，阁互阮得到智慧的心，会当全然来相信、倚靠上帝，互阮会当看重上帝国的使命，领受耶稣基督的活水，帮助阮每一个人伫生活当中行真理，而且阁活出更新建造的新生命。伫个凡事上，阮拢倚靠耶稣基督来得胜。主啊，明年是富强教会50禧年，阮要向上主你大大开喙，求圣神不断伫阮的当中帮助阮。无论是伫会友的灵命更新成熟，50禧年各项筹备的事工、宣教事工、关怀社区、听的行动等等。伫新的年度，求上主扩展阮的帐幕，互阮伫新的年度有搁较悬、搁较开阔的境界。求主怜悯阮，感谢上主听阮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享受上帝的话，咱今仔日要读2节圣经。第一节是记载伫个创世纪13章14节到17节，由我来读。罗得离开了后，上主对阿伯兰讲：“你夜头对你徛起的所在，往东西南北看。你所看到一切的地，我要永远赐予你甲你的后代。我嘛要予你的后代，亲像地上的土沙遐济。人若会算地上的土沙，才会算你的后代。你起来行透即个地逐所在，我要将即个地赐予你。”第2节的圣经记载伫雅各书1章5到8节。恁中间若有人欠缺智慧，就对上帝祈求，伊会赐予恁，因为上帝话真慷慨，无保留赐予拢总的人。不过，恁着靠信心祈求，毋通怀疑。怀疑的人，亲像海涌予风扫，起起落落。即款人三心两意，所做无定性，免想要对主得到啥物。以上愿上帝大大祝福，听搁领受伊话语的人。即时，咱要请圣歌队来献诗。伊所献的诗歌是我主是我的牧者，献诗煞，咱请夏牧师讲道。伊的题目是信心、仰望甲成就。
真感谢圣歌队用诗歌引带咱来敬拜上帝。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咱这个清明节这个儿童节连续假日，咱真感谢主检在有兄弟借这个假期出外旅游，有的是返去家己的故乡扫望有的来来去去啦嘛有的这兄弟有的对外地倒转来。咱感谢主，对这个假日家庭有一个好的交陪，亲人见面，这是上帝所予咱的恩典。咱也要伫这个主日是连续假日的最后一个日子，咱会当伫遮同心敬拜上帝，嘛是真水的这个结果就讲一个安尼ending安尼。咱要继续来领受分享主的话的进前，咱大声来祈祷。听来主，阮的上帝，感谢你的怜悯甲疼痛，互阮有这个福分到你的圣殿敬拜你、仰望你。主啊，有做聚会，总是阮袂当欠的是甲主同聚会，因为上帝你你奇妙的引带应允甲祝福，阮伫甲主同聚的中间，想思你，阮讲袂出的恩典甲疼痛，所以阮也看重这个聚会，愿你。互阮通过这个礼拜，看见上帝你的荣耀，领受上帝你的荣光甲快乐。伫你面前，我们领受你的话，愿你通过经文，互阮更较侪的学习，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兄弟姊妹，我有讲起着咱过去安尼有连续3-4摆的时间做伙用信心这个角度来领受圣经，互咱的这个教导今仔日是咱第四个段落，第4个系列咱经文小等的，咱会当搁做一遍来复习。咱这个信心系列的信息呢，咱有兄弟检在无，逐个礼拜拢伫遮我搁紧来讲起咱讲的角度就对啦，分享的角度。咱讲第一个3月初2，咱分享着信心第一讲是看见甲得着。意思是讲，基督徒要安怎用超越着人的肉眼，咱的肉体的目睭看袂到的，但是心灵的目睭、信心的目睭，看见上帝的创造，看见上帝的恩典，看到咱家己的视力毋是肉体的视力是迄个对主领受属灵的快乐，看见即个信心所以这是咱第一个主题。第二个主题是咱信心是另外一个角度，就是有顺服甲交托。顺服的意思是因为你有信心，所以你愿意照主的交代来行。交托的意思是你有困难，你有侪人生无法度去解决的事，就是你欢喜交托。咱有引用到主耶稣伫会堂内底所讲的这个旧约的故事，就是以利亚甲以利沙先知的故事，来证明迄顺服对着的恩典。顺服交托行为，这是上帝所予咱一个信心的要件。伫顶礼拜咱3甲分享到信心的第3个课题是试验甲得胜。试验甲得胜是上帝好像在甲咱考试，亲像你学生囡仔爱参加学校的考试，你出业到伫社会，你嘛共款面对着真侪无共款的考试。迄个考试你嘛会当闪开，拢无爱。就伫迄个所在停顿的，无啥物进步，无啥物振动。但是有人经历考试，看见家己的潜力，看见家己的实力，迄个进步就非常的紧咱看见旧约甲新约中间有2个例，约书亚因为军队主的这个呼召，所以有经过这个考试。但是彼得因为信心无够，行水面的时阵就跋落水内。这款的考试常常伫咱的生活中来出现。咱也分享着讲，魔鬼要甲咱考试伊袂安尼遐戆啦。当你甲主耶稣牵条条，军队耶稣牵条主，伊要来甲你攻击袂着，伊要攻击是故意互你离开咱的主。好亲像迄个细只的羊鹿离开老母的保护，迄个牛细只的牛。离开老母的保护，迄个狮甲遐野兽就攻击足紧安尼。所以咱毋通惊考试，是因为上帝要互咱
考试是要互咱看见咱的承担、领受祝福的气力有偌大安尼吼。那今仔日咱要煞接最后一个系列是信心的第四个角度，就是仰望甲成就。咱无共款的角度，最后就是讲，这个信心会带来你的成就无？信心会伫你甲一般普通人的互动的中间，因为看见你的信心、你的仰望、你的确信，上帝你身上成就迄个人所做袂到的。平平你我，逐个人可能受的教育嘛是差不多，咱伫社会经历嘛差不多，咱社会的地位嘛无差偌济，但是是安怎有人会当过着一个上帝所祝福的人生，是一个安稳的人生，有人是坎坎坷坷，跋倒搁起来，跋倒搁起来，常常毋是甲你的智能有关系，甲你的知识有关系，甲你的教育有关系，常常是甲你的信心对上帝的确信。所以咱要用这个主题，诚做咱这个系列的结尾。当下日即位，信心甲仰望，会记咱这个系列的主题一个开始，咱就有引用到希伯来书讲的迄句话，讲信心是所望的事的实底。咱讲的实底就是迄个价，吼，这个花价，也是一个物件，一个岛啊，足在顶悬放物件袂起落去，迄个实底。你有这个信心，你所望的事，才袂去起落去，才袂去放落去，才袂去损失去。当这个信心甲望，其中一个开始的关键，就是你有一个清楚的目标。你要仰望主，你毋是含含糊糊上帝啊，求你帮助我，互我安怎安怎，也无讲。你要有一个清楚的目标，就亲像咱在走运动的时阵，你知影你的终点伫倒位，你走迄个方向才会到。所以你若表现我尔好，但是目标无共款哦，你就生活中你迄个目标无清楚，就往前去啊。生活中嘛是共款，你有一个仰望的对象，你有上帝所予你的方向甲目标。我会记得进前咱伫讲道中看到一个小小的底片，讲囡仔咧比赛运动会，咧走跑操场安尼吼，大家咧接力赛，哦，几若个咧举棒子要接，走，一个细汉佫无啥捌代志的囡仔吼，讲交棒互伊吼，应该往迄边走，伊佫走倒转去啦，安尼，佫走倒来，走甲欢喜好啊，走甲真有力的，就袂你走偌紧嘛无效，就袂得成绩咧。以早吼，伫牧师囡仔的时代吼，迄阵吼有真侪对中国来的老师，中国老师吼，迄阵在讲国语吼，讲了毋是介标准，迄因家己故乡的话啦。咧叫的时阵吼，囡仔有时听无咧，有囡仔听无。有一摆咧运动这老师吼，在讲一句讲，来走这个操场走一世吼，有的囡仔吼听伊讲的国语听无，讲走去恁兜一世安尼就对啦。逐个家己讲开跑赛跑的时阵呢，迄个囡仔吼走对因兜去，讲吼我要走到阮兜摕物件，佫倒转来，看人伊得冠军袂安尼。走一个等教授讲，无啦，毋是走对车啦，是要扫运动一世。有时话听毋对，你讲的方向毋对，你走倒转来，较早就加了工的就对。慢慢发生有人在走马拉松啦，走马拉松。有一个参加马拉松的比赛的人走我足欢喜，讲奇怪我今日来遐敖走，后壁拢无人队安尼可能我会得冠军哦。到尾走到一站，人讲无啦，你走毋对去啊，人是走你遐去，你走你遮来，无采你咧走，安尼这拢是咱伫生活中会发生的一种感觉好笑的事，错误事迄个好耍的代志。但是呢，咱人生目标走毋对，迄就危险啊。你较早拍拼，都加走的就对啦。
哇，加路，这实在是咱第一个，咱要仰望上帝，咱对上帝有一个真清楚的目标，这是第一项。第二项就是有信心的目标。有信心的目标的意思是讲，你这个目标有，毋过你就无力、无呢吼，也无要拍拼，也无要认真，无要完成嘛，就讲猛讲，就有一个目标，你就未达成嘛。所以圣经有清楚甲咱讲，伊将迄个火热的愿望，所以咱对上帝求，毋是有一个清楚的目标啊。讲上帝互我有一个清楚的目标，佮信心，有迄个火热的愿望，放伫咱的心，咱下落人生的方向甲目标，咱即个清楚着即个信心，迄个气力，若无气力吼，你用毋着气力，拢做袂到，而且袂当完成。有一个小故事吼，在讲起着讲伫印度，咱知印度吼，即个国家伫18世纪、19世纪吼，互英国来殖民地就对啦。所以印度要伫英国殖民地的时阵吼，英国迄总督足巧的，为着要小可来安抚吼，因在地遐有力的人士，遐好野人，讲伊就送一只当时打发展出来汽车，一只自动车就对啦，互迄个地区的富豪。毋过代志来啊，迄个总督府的人吼，发现讲后来迄个富豪吼，叫迄个奴仆吼牵2只牛啦。绑迄个绳，绑到车顶，叫2只牛来拖迄只车，爱着四过去说，讲好像咧电讲，你看，我有一只自动车咧，毋过用牛咧拖就对啦，用牛咧拖，四过去咧巡视，四过去咧看，逐个咧嘛足危险，伊就毋知影讲迄个自动车会发动的咧，所以伊当作亲像一只高级的迄个马车共款迄个拢包铁的就对啦吼，即只车就亲像安尼吼，2只牛吼，拖一只自动车。这个故事在讲什么呢？因为这个好野人毋知影一只车用引擎、用迄个汽油所发动的马力，比10只牛搁较有力。你毋知影吼，用迄只牛咧拖，就无法度能发挥迄只自动车的功能嘛，无法度发动迄只。迄个意思咧，甲咱讲什么呢？兄弟姊妹，有时咱家己用家己的努力，伫遐咧安尼认真，咧用家己的气力咧拍拼，毋知影讲，你对上帝领受着圣神的气力较重要。靠家己迄2只牛拖袂行，但是靠圣神的气力、圣神的火要帮助你。所以有清楚的目标以外，搁要有迄个属灵的动力。迄个属灵的动力，有时靠人，有时咱的情绪嘛。为咱会看到环境嘛，有时会看到真多的代志，迄个难度一个到，你会感觉讲心就无气力啦。请会记你，毋通用牛来拖迄只汽车，是要用圣神的气力，有上帝的气力来帮助你。搁一项就是求圣神来带领你人生的道路。所以现在基督徒讲爱用祈祷，就是你知影有目标。你嘛知影有方向，你嘛爱知影上帝互你有气力，但是你行了你袂当持续，你的气力会软正，会软弱，会倒退，有时会冷心，会灰心。所以用迫切的祈祷，靠着圣神来显明上帝为咱所备办的道路。所以因为有圣神的同在，你的毋是讲难度就随无去，但是你会知影讲神是所仰望的事的实底，我就相信啊，我确信啊，我的确会当经过这困难、遐黑暗、遐挑战、遐阻挡，迄就亲像伫咧驶船的人，你袂当保证讲，我逐摆即只船驶出去，头前拢是风和日丽，方向拢足清楚。有时是乌云看天呢，你要怎行？你有家己的一个指南针，
你知影要安怎行？咱台湾伫即个清明节气候吼，非常变动真大吼。有时热甲穿短的，有时寒甲吼爱穿夹克安尼。啊，这种时间常常会出雾啦，起雾。啊，所以逐摆若有人吼要去马祖，啊要去金门佚佗，经即个时间哦，安尼都爱小可报运气啊，因为吼突然间哦起雾来啊，哇！飞机讲我无爱飞啊，无爱飞啊，啊无爱飞袂当飞啦，因为无法度去按算你迄个飞机要着陆吼，会有安全无啊？啊，所以吼只好伫迄个所在等，有时啊等甲一两工才有法度，迄当迄个雾清啊才有法度。兄弟姊妹，咱人生会拄到这是足平凡的啦，但是有圣神甲你带，你的方向清楚，像一支指南针甲你带头前的道路。所以谁人讲基督徒爱常常用祈祷、圣神甲你引带，就是这个原因。但第二部分，信心是一种安尼也未实现的事，但是你已经有具体的难度啊。所以信心是甚物呢？就是你的内心的中间，你有一支笔，啊，甲你心中迄个难度拢画好势。咱拢知影现代人吼，咱咧起厝，咱咧做工课，迄个画图是足重要。哇，你一个足复杂的工程，一间大楼，你看偌济图，这建筑师、这设计师爱用偌济精神落去做设计。设计家某一个美角，某一个所在，要用偌济的即个钢筋，也是讲偌济的阿门图，啊，互伊会当固定，互伊有即个能力，啊，互伊有迄个坚固，啊，拢都爱画图出来。啊，咱基督徒呢，信心就是一支画笔啦，就是一支难度的画笔。啊，你爱会晓用信心来画你心中的图。一个仰望的法则是甚物呢？伫你心中的迄张画纸的顶面，画了上帝应允的作为。亲像，你仰望的意思是讲，我所望的事已经发生，明明都还未发生，但是你心中的图讲，我具体的难度是安尼，上帝啊，你所为着我应允的是安尼。好亲像也未发生，但是伫你的信心内底已经成就啊。现在就是所未看见的事的实底，吼啊，就亲像阿伯拉罕，伫咱拄则所读的圣经在创世纪13章14节到17节，阿伯拉罕讲仰望迄个上帝为了伊伟大的一个应允的道。早起贾博士咧甲我讲，伊昨暝毋知影梦到一个梦啦。伊讲梦到一个梦，梦去讲，一间厝啊内底有甚物，讲上帝要甲你画图吼。啊，有人拢足侪会梦，但是你爱有信心，有信心要甲伊成就。啊，这是咱基督徒一个仰望的法则，因为你迄个难度已经伫你心中啊，毋是懵懵渺渺的，毋是无清楚的。咱拄仔看到圣经安尼记载讲，罗得离开了后，就是阿伯拉罕甲伊的孙啊，要分开。分开呢？圣经咱即个故事真熟啊。讲到底，东边西边倒一个所在，互你拣即个做迄个阿叔的吼，即个阿伯拉罕哦，真有真慷慨，讲孙啊，你若拣倒，就互你生；你若拣出来，则互我。所以圣经记载讲，罗得足巧的，就走伫所多玛俄摩拉迄个方向去。哦，遐拢有城市啦，闹热啦，吼应该是较好发展，伊就对遐去。但是咱圣经有记载讲，上主对阿伯兰讲：你举头对你所徛的所在，往东西南北看。伊讲你所看到一切地，我要永远赐予你甲你的后代。我嘛要亲，互你的后代亲像地上的土沙遐济。人若会当算地上的土沙，才会当算你的后代。你起来行，透即个地逐所在，我要将即个地赐予你。兄弟姊妹，这段话是还未实现哦。上帝讲叫伊看东西南北，
看涂骹的沙，但是上帝讲，这个是我要互你的。假使亚伯拉罕若是一个无信心，无对上帝无敬畏的人，是讲，哎呀，这讲喊讲，一片的旷野也无啥货，哪会讲，互我这土地要偌丰富呢？我的子孙要偌济呢？迄阵亚伯拉罕根本都无囝啊，所以这个信心的蓝图，信心的图已经伫亚伯拉罕心中藏落，伊毋才会佫行会落去。若无啦，我若讲，我若无信心，我若无有迄个瓦壳，亚伯拉罕想讲安尼佫规去转来阮家己的故乡较对，至少我的故乡嘛佫有通好食，那何必来这青疏的所在呢？所以亚伯拉罕信心的蓝图、仰望的蓝图是安尼，伊就安尼照安尼信，就照安尼来接受，也照安尼来领受。这是一个信心的蓝图。第二，咱新约的时代，咱是一个仰望十字架的信心。咱看见、相信为了咱舍身流血的耶稣基督。因为确信，伊已经为着咱一切罪来赦免咱，所以咱看见这个十字架，有的人有一种安尼较粗浅的误解，也是讲受现在民间宗教的影响，哇，把十字架看作是一个迷信。你知影有的教派为着惊人误会，讲这个十字架有啥物特别的，啥物灵性无灵性，因连踩十字架都无爱。你毋是讲十字架无重要，意思讲惊你误会，是你仰望十字架所得到对耶稣基督的信心，迄较重要，毋是迄个十字架。所以十字架是一个象征，是一个symbol，互你看到，讲感谢主，有十字架顶的耶稣基督为着我牺牲，所以我确信我会得到领受一个祝福。咱今年的受难礼拜，2礼拜后要举行。咱今年的主题叫做“我心仰望十字架”，这是咱的海报。我心仰望十字架，这个意思就是要互咱清楚知影讲，我仰望十字架是要坚固你的信心啦，毋是举迄个十字架当做你的一个什么款的安尼法器，毋是哦，是仰望耶稣基督十字架，伊担当咱的忧虑、病痛、痛苦。医治咱的时，信心更加坚固，迄才是仰望十字架的意义。迄就亲像咱讲礼拜，就是我用诚心甲诚实，用我的心灵甲诚实来敬拜，同意思，毋是外在的仪式甲形式。印度迄个德勒莎修女，咱大家拢知影伊的故事。这个德勒莎修女呢，伊原来是伫加尔各答这个印度一个大都市，因为因的修女会伫遐起一间真安稳、真舒适的一间修道院，伊伫内底咧修道。有一摆，伊出来坐火车，试过有间有代志要出去，伊看见讲，哎呀，规个加尔各答四周围，侪艰苦人，侪要死去，互人囥伫路边的人。去伫河边的人，伊感觉讲：哎呀，哪会甲我所理解的世界拢无相像咧？后来伊咧做见证，伊讲：介先有一个声咧甲我讲我喙焦啦，是耶稣伫十字架顶咧讲我喙焦。伊较有一个真大的感触，讲：我伫遐修道院。遮穿拢无欠，安稳，逐日读圣经、祈祷灵修，一群人咧话我喙焦，甲你读经灵修有啥物关系呢？所以转去到厝，转去到修道院，就决心离开迄个修道院，讲我要互遮个讲我喙焦的人尽我的气力。这就是。德勒莎修女伊家己属灵的看见啦，仰望迄个十字架，伊是看见讲耶稣讲我喙焦，伫十字架顶所讲的。但兄弟姊妹，咱的上帝伫你的心上，互你看见这个十字架，
是看见什么？有人是讲，互我看见我的责任；有人是讲，我看见耶稣基督的拯救；有的讲，我看见耶稣基督的平安；有人是讲，看见耶稣基督的头棒。这是你仰望世界的重点。信心就是安尼。信世界是一个有诶用茶做诶，有诶你挂伫迄胸坎吼，就一支安尼，可能是蒜椒诶，无就是金仔诶。迄个物件是要引起你诶信心咧。无啦，有人足侪人吼，一大堆影歌星啦，一寡人伊也无信主，咪挂一个是挂较欢喜个。所以，毋是装饰品，世界是要唤起你对耶稣基督诶信。哥林多后书8章9节安尼讲：恁知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伊虽然富足，毋过为着恁诚做善者，要互恁因为伊的善者诚做富足。耶稣基督是个人开力，是带来这种转变的开力，是家己牺牲，伊富足为着咱善者，要互咱善者诚做富足，这才是迄个世界的大能嘛。但搁一项。圣神降临，圣经记载讲，少年人要看见异象，老人要做异梦。梦就是什么意思？毋是现实嘛，毋是现实的嘛。梦就是讲一个抽象的物件，但是咱基督徒就是讲，把迄个异象甲异梦化作事实啦。是要哪化作事实？求圣神来动工，互你的异象甲异梦会当成真。现实袂？拄则咱的自然之士咧祈祷。真感动，这世间乱纷纷，但是咱有主通靠。咱佫讲要赢至50禧年，时间还未到，但是咱已经有一个蓝图。咱发现讲上帝啊，阮要求你来成就，互明年阮赢至50禧年的时阵，阮所期待各种的纪念的时间、庆典的时间、造就的时间。这个异象甲异梦，求你阮诚做真实实现。这毋是靠牧师、中级或者筹备委员，安尼就有够野。是你我大家讲，是，这是上帝所予咱一个呼叫，咱来甲成就，做来甲承接。咱用祈祷，用求圣神来动工，我诚做伊的采用，甲伊完成。圣神讲，我甲你成就，无人要叮当，无人要做。你嘛是无效呢，所以第三个角度是讲，你要相信上帝树立信心，毋是我有信心，是上帝互我有信心。这就是一个属灵的一个美角。有人是讲我有信心，我就足侪打击，足侪引诱，足侪阻挡，足侪困难。信心磨甲拢无去啊！咱是讲爱相信上帝已经树立信心。所以，咱爱用感谢的意、感谢的心意，甲上帝讲主啊，感谢你，你互我有这款信心，我的确会当甲伊完成，会当甲伊持续到尾。毋是讲主啊，我无信心，是主你感谢你已经赐我信心，这是一个无共款的角度啦吼。感谢上帝赐咱信心，就是讲咱对圣经所来的应允，人伫顶头生受洗。领受主的恩典了后，上帝已经信心互你啊！有时是你的信心，迄个种子吼，无成熟，也是无长大，也是无放伫迄个有水的所在，就安尼大壳壳，就袂放伫遐，就袂发芽呢，袂大长呢，拢细伫迄个所在。所以爱不断操练，互伊树立的信心。使用伊所树立的信心，会当经历迄个成熟的成长。像你即位，迄真奇妙。上帝在赐咱，咱都爱欢喜接受挑战，毋是讲拢求大家拢毋敢。因为你有信心是爱经历上帝的同在。你若无去行，咱定讲一句话，讲信心若是无行为，就是安怎？就是死的啊！那些种子又放伫遐吼，就是死的啊！我迄天咧甲谢牧师讲，我2当前哦，咱有去咱的秋平执事因兜吼去参加因的入厝礼拜，
因带阮去迄个中华大学附近迄个湖啊，行来行去啊，这参观哦，真水。过着一个磅空就过就是啊。拄仔因遐毋知是迄路吼，可能有我路要修理啦吼，要修理。甲边仔一丛迄个苦景树吼，甲错落来。我就讲迄顶悬有纸呢，我甲捡看嘛，捡起来，讲无一定这纸种落吼，无一定会活哦吼。安尼真正甲捡倒来。毋过哦，捡倒来，罔捡倒，我囥伫个盘仔内底吼，2冬也无甲顶冻也无甲种落去啊。会活袂活也毋知，会生也袂生也毋知啊。有时咱拢是安尼，你信心若无有经过栽培，无经过操练，就像一粒无种入土的种子共款。所以你爱常常操练，常常经历，常常看去互上帝用。意思讲，信心有行为，意思讲我勇敢行出去步。咱听一句台语讲，行行袂着顶，行行袂着顶的意思是讲。你就惊失败这也毋敢做，迄也毋敢做吼。人叫你来服侍，徛在头前斗带诗歌，讲哎呀，我声也袂水也无好啊。你无练，你哪知影无好？足侪代志拢是安尼，真侪人宁可安稳伫家己迄个安全的范围啦，迄个舒适圈，咱讲的迄个舒适圈，迄舒适圈吼，我倒是安尼无灾无碍啦，但是吼都无刺激，都无啥物条件啊。也无啥物成就，也无啥物突破，也无啥物新的结果嘛。所以你看是要求伫迄个所在，也是欢喜出来。所以相信上帝，互咱有信心，这是一个真重要的角度哦。你想讲我信心足少，我无够。咱看去圣经耶稣，伊要医治一个军官的囝伫迄个中间吼，迄个军官甲耶稣应一句话讲：“主啊，我信心无够，请你帮助我。”请主来帮助咱的信心真要紧。所以罗马书12章3节，伊安尼讲：靠上帝互我的恩赐，我对恁逐个人讲，毋通将家己看受完，就照上帝赐互恁逐个人信心的分量来心中评价家己。意思是讲，上帝互每一个人无共款的应允呢。就像咱讲的有迄个5000箍啊，2000箍、1000箍的，无共款。上帝要互你的做的代志也无相共，但是你爱照上帝互你的恩赐伫遐来成就。搁一项就是信心，毋通放弃。你爱无犹豫，凭着信心求，无犹豫。雅各书1章50到80，咱拄则所读的圣经安尼讲。讲恁中间若有人欠缺智慧，就对上帝祈求，伊会互你赐互恁，因为上帝会真慷慨，无保留赐互拢总的人。又安尼讲不过，恁着靠信心祈求，靠信心，安什么意思？我就是惊无信心啊！靠信心是讲，主啊，阮感谢你，我知影你互我有信心，是这信心。在帮助你，把迄个看袂到的事变作实现，敢毋是？伊甲咱提醒讲，毋通犹豫啦。犹豫的人，亲像互海涌在互风扫，起起落落。迄风涌起起落落，起起落落。因为犹豫的人就是风涌无定嘛。人生风雨、风涌扰动无定，咱有时伫信仰上嘛安尼。圣经讲，即款人三心两意，所做无定性。讲免想要对主得到什么，免想哦。咱有时若讲较歹听，讲免想啊，免想的意思讲你都也无要正经，也无要认真啊，免想啊啦，逐日都佚佗啊，拍电动啊，免想啊，免想要考到第一志愿啦，免想啊，安尼。咱上帝嘛，甲咱提醒呢，你也无信心，犹豫东，犹豫西，你免想要对主得到嘛。所以信心白白是中性的，你我大家拢面对着信心问题。像若这个人会成就，迄人袂成就，就是在于你有常常甲主亲近无？有了解上帝所予你应允无？你欢喜要来实现无？信心是坚定不移，这咱无共款的角度啦。
灰心失志的时，咱爱常常靠上帝话来甲咱坚固。无有人讲吼，遐尼啊坚固的啦，啊有枵疑有烦恼，甚至咱心情无好的时阵，咱嘛会感觉讲啊，这敢有影，敢着爱搁坚持落。所以灰心失志的时，你爱会晓靠上帝话语赢过。啊，上好像是甲迄个有信心的人沟通。即个人伫平常时伫教会内底，伊即个人吼，伊的信心真徛在，我会定定甲伊请教。吼，毋通定听人讲啊，免想啊啦，吼免想啊，听到迄免想的人就麻烦啦。你爱找到遐个讲加油勇敢安尼，加油勇敢，靠上帝得正。啊，所以甲有信心的人交陪，就是咱基督徒互相相交陪真重要，彼此间的互相帮衬啦。所以坚持啊，搁加一步。我会记得囡仔时代吼，啊学校老师拢教阮一条歌，吼，啊这条歌吼，简单，伊讲吼，这是一句好话，过来咧。哦，安尼甲我平会，他会晓讲，再试一下，有捌听过无？这是一句好话，再试一下，安尼吼，再试一下。啊，所以伤侪人吼，都看他差伫迄个再试一下，啊，都无爱啦，啊，就打退堂鼓啊，就揪起来啊，安尼。有一个故事咧讲起吼，美国当时西部还未开发的时阵吼，是安那人会一届足侪人去咧，就是吼，有人发现着金啊，金矿。啊，讲有一个企业家去探勘啦，讲啊，这是一个金矿哦，这样挖落吼，哇，迄度探了吼，啊，毋知人啊，探济啊吼，啊，伊就家己变卖家己所有的财产去买遐机器啦，啊，就开始哇，请工人安尼啊，开始挖，但是吼，挖足久吼。啊，拢挖无着一个啥，遐土拢起来，啊，无看到物啊！哇，资金得按啊！这个头家想讲，安尼见好就收了，买啊，吼，撑不下去了。啊，所以想讲吼，毋通人讲了啊吼，安尼，拢连裤拢无安尼就对啊。还是干脆啊，甲遐机器啊，遐个。矿区啊，俗啊，卖人啊，赶紧要安怎讲？要道歉嘛，吼，要迄落毋通啊，落底啊，就对啦，吼。啊，这是这个故事，啊，这是咱西部人咧偷金，啊，这种的偷金是伫溪啊咧抬金啊，啊，较侪是挖落去，这是实际。图啦吼，当时西部啊挖矿坑啊入去挖遐土出来，安尼采金就对啦吼，安尼。迄阵吼，咱真侪中国的广东闽南人，就是迄个时阵，互人甲伊，迄阵嘛是就是外籍劳工就对啦，请去遐挖金矿做铁路，啊毋知即阵咧旧金山遐侪华人有无？中国城伫遐。就是安尼来的啊，啊，就是遐，安100-200吨啊呢。好啊，这个故事讲，这头家吼，拢无啊，归去啊，人讲停损啦，机器卖，啊，赶紧吼，毋通安尼啊，倒欠钱就好啊。啊，毋过吼，后来，迄个佮家买矿区的人，佮继续讲佮挖10公尺，佮挖10公尺。就看见足大的金矿，挖着啊，都敢差10公尺，嘿，姊妹，这故事甲咱讲什么呢？咱对上帝的信心嘛是安尼啦。你爱吞论到落尾，啊，你无啊就未定性，啊就未成就，你就放弃啊，啊无采你头前努力的，啊，所以对上帝有坚定的信心。就亲像迄个挖矿的，发现讲即个矿哦，内底有黄金，勇敢搁挖落去，啊，搁能够差10公尺，啊，伊即个人吼，后来的确是安尼
教个切齿，讲无采我了遐济工，替你乌教啊！我怎啊规个拢送互你安尼？兄弟姊妹，信心即个代志吼，咱顶摆有讲魔鬼会吞食咱呢。魔鬼吞食，才有信心无信心的人有一种的特色，就是讲魔鬼袂吞食完全无信的人。你若完全无信，伊才毋插你啦，因为你本来就是伊的俘虏啊，敢毋是？你就是属于魔鬼啊！你无信心的人啊，伊毋免插你，因为你本来你就袂坚固你的信心嘛。魔鬼上要抢夺的，就是有信心的人。安尼真趣味吼！最近咱毋是看到新闻吗？新闻讲奇怪啊！总统府甲立法院长的边拢有啥物啊？拢有飞碟，哇！即声真惨啊！大家无想你的边有飞碟的。迄咱囡仔时代拢有讲小心匪谍就在你身边，真正到即阵了有啦。有人去评论就讲一句话，讲遐个甲阿强足好的人毋免飞碟。我飞碟十米离要创啥？就本来大家就会通啊，就是你表面上咧对抗的人，伊才要伫你的身躯边嘛，要甲你挖空嘛，要甲你变嘛。魔鬼同款，魔鬼即个有信心的人，伊就调工要甲你输赢，要甲你试看嘛呢。所以兄弟姊妹，咱来注意你茫足安尼自信，讲我有信心。有人信，佫失去信心，魔鬼会主动伊得到祝福的管道，并且将迄个歹的灵放伫伊内面，讲有影，你看都无路用啊！你无采你咧信啦，妖异嘛。到最后，伊就是要甲即款有信心的人，要扭到最后无信心。咱教会有一款人啊，对啊，你也看，咱若信主久的人，你看的基督徒毋是足多吗？有的人连教会都无爱来啊，伊安那？伊本来足热心嘞，拄到一个这，拄到一个迄，有的是人的代志，有的是家己的砍斩经牛，无爱去啊啦，这上帝无爱信啊啦。人要安怎伫迄个艰难的时阵，依然持守信心？你毋通想讲，我的气力挡会牢，魔鬼咧搅扰。所以你要常常甲主讲，主啊，帮助我的信心。最后咱要讲的是讲信心的宣告成就啦。咱讲仰望甲成就嘛，到最后你若无成就，莫怪有的人的信心无够。但是安那呢？亚伯兰伫99岁的时阵上帝把伊的名改做亚伯拉罕，伊就是要互伊凭着信心伫喙里承认家己所仰望的愿望啦。所以这个亚伯兰伫伊还无有任何成就的时阵，伊伫伊心中迄个蓝图，就迄个祈祷的图，已经是一个立体啊，甚至是足清楚的图画啊，互伊心内承认家己的意向，看作已经成就啊。罗马书10章10节。伊安尼讲，因为人心信就得到称义，嘴宣认就得到救。亚伯拉罕甲撒拉每一工就是安尼宣告，到最后上帝真正应允伊一个囝，遐尼老生出一个囝以撒。最后兄弟姊妹，大家互相勉励，伫即个信心的系列中间，我望兄弟姊妹，大家人用即个正做一个勉励啦吼。伫生活中信心的3个阶段，第一。你伫你的信仰中间确定大小的目标，相信仰望这个目标来祈祷。当然，有的人迄个目标是乌白沙的就对啦，无经过印证，就规个目标上帝讲这个目标都根本毋是我要互你的，你无甲主求印证嘛。所以爱经过信心，经过祈祷，经过读经，经过你衡量你家己的一切状况，甲主讲主啊。这是毋是你要互我的目标？你也真清楚、真明白，定定伫主面前宣告。当若毋是你的目标的时阵，上帝会互你伫用各种的方法，互你知影讲，这个可能毋是我要互你的。第二，不断做异象啦。咱都有讲，少年人做异象，老人做异梦嘛。咱有一个祈祷叫做多项式的祈祷，多项式意思祈祷是讲，
我伫祈祷中间有时用默想的，但是我已经伫我的脑海中有一个清楚的蓝图，迄个多维式的、多维式的祈祷、多项式的祈祷。咱有时会操练即个，咱知影讲有的人用迄个叫做方言的祈祷吼。你是讲伊安念来念去，也是咧讲啥？其实伊头壳内底就是一个多项式的祈祷。伊上字音，但是伊甲主咧沟通的时候，伊的脑中是足清楚的蓝图。比如咱有时用方言咧祈祷，咱为着家己的囝儿孙祈祷，你无念出伊的名，但是你的头壳内底有迄出来即个囡仔的、即个孙仔的影像嘛，迄个叫做多项式的。啊，咱伫迄个思想中间咧运转，甲主排列，这就是另外一种较无共款的祈祷方式。而且常常仰望咱的愿望会当成就，是讲无论早暗吼，拢不断的仰望。这是咱祈祷的规律。第三，爱选择信心。望了后，搁爱相信啦。就讲我确实知影上帝要甲我成就，而且是用感谢上帝的应允来祈祷。意思是我也未成就，但是我甲上帝感谢，讲感谢主，你已经应允我。讲上帝照着咱的信心，伫咱的生活中间来动工，咱拢会记得圣经腓立比书4章60到70这段经文，伊讲拢唔通看如什么，万事着用感谢的心祈求甲代祷，将恁所求的互上帝知，安尼上帝所赐超越人一切了解的平安，会通过基督耶稣保守恁的心思意念。唔通看如什么，因为你大声用感谢、祈求甲代祷，将恁所求的互上帝知，这是上帝互咱一个真奇妙的信心的仰望甲祈祷。你也未得到，你也未成就，但是你的心已经有平安，迄是何等水的事。所以兄弟姊妹，咱讲信仰望甲成就，这个法则是什么？是信心的使用手册啦。我仰望这个信心，就是用这个像咱即马若咧买一台电视啊，买一台机器啊，买一台什么气炸锅有无？伊拢会甲你讲一本迄个使用手册。啊，信心就是咱仰望就是咱信心的一本手册。啊，你是得到应允甲赐福的原则。啊，上帝只有赐福相信仰望伊的百姓。兄弟姊妹，你是毋是属伫即个上帝所应允？你是一个相信仰望主的选民呢？选择权是伫你哦。上帝已经甲你备办好啊，还是你选择未甲毋？你要得到也无得到。兄弟姊妹，原咱今日的主题信心就是仰望甲成就，会当真正实现伫你的身上。咱要大先来做祈祷，然后来吟圣诗。咱有一个中英中学的一个分享报告，咱来祈祷。主，阮的上帝，感谢你允许阮，阮连续4个礼拜，阮有分享信心的教导。主啊，阮知影，阮看袂到上帝，但是信心看会到。阮有真多事也未成就，但是信心的法则就是互阮看见迄个所望的事的实底。爸上帝，这是基督徒一生拢爱操练的功课。愿你互阮常常伫生命中、生活中、实际工作中来操练，互阮看见上帝你的应允是何等的水、何等的美好。互阮无亲像这个乌狂的人，乌到剩10公尺就离开，就失去迄个宝贝。帮助阮会当坚定阮的信心，阮更加需要上帝你，互阮有明确的方向甲目标，知影这是上帝你的应允，阮要照阮的信心来甲伊达成。愿你也祝福每一个富强的兄弟姊妹，逐个人拢是一个有信心仰望主的人，有成就主你应允的人。伫你面前，安尼感谢祈祷，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兄弟姊妹，咱要来吟首圣诗来回应。咱首诗是570首，咱一面吟一面来思考这个圣诗内面所互咱的学习。咱一个吟就好。咱来吟1节甲3节就好。主上帝，我坚固就我，帮
人赞我，各做关待保护所在，扶持我，世上危险哪准风雨，主你成就大心无助，让你心的安稳照顾。第三节，世上亲像云雾暗暝，看山阴，天后天光清彩的心，也距离，伊是伊啊无去风烟，使我平安活伫太平。我想落地主面前，永无停。感谢主，虽然有昏雾暗暝，总是上帝要甲伊赶开，互咱看见清楚的目标甲方向。咱下面伫奉献以前我要邀请咱中英中学的学生代表叫做刘兴凯同学伊是高一普通科，也是咱教会青年提摩太的青年。老师嘛是咱教会的老师，就是黄丽蓉老师啦咱先甲伊介绍，泡泡欢迎一下来。来，请兴凯到前面来分享咱请兴凯，伊是高一的同学来甲咱报告中英大学中英中学来。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是刘兴凯，是中英中学高中部一年的学生。今日我甲黄丽蓉老师真欢喜代表中英中学来大家请安报告。139年前，英国宣教师开办建立长老教中学后，就是现在中英中学。毋望用上帝疼甲恩典，互信仰教育定根伫台湾。本校学生毋通伫成绩有好的表现，伫创意、技术、各项比赛拢得到真侪肯定。校园的放映时间嘛一直持续，100多年来培育出超过200位牧师。这几年来，学校面临经营的困境。阮有愿坚持校训的精神，勤奋、殷勤、英律服务、虔诚、勤奋、荣誉、服务，互学校成做栽培囡仔信仰甲教育的好所在。毋望学生有人会晓读册，也会当活出有疼有仰望的生命。阮有准备一段学校的影片，请大家来欣赏。都在，不能明白为何担此重担，但我始终相信你一直牵着我。大山为我挪开，大海涌了出来，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手
深深邀请大家做伙来关心、支持学校的校务发展，为咱的学校来祈祷。大家祈祷是对中营上大的祝福甲支持，嘛会使鼓励青少年选择咱中营中学来读册、修造就，互咱的少年人会当得到信仰甲知识的栽培。感谢大家，愿上帝平安甲咱三甲伫地。谢谢。我来回应，然后请执事来准备来收奉献吼。咱中营中学是咱台湾吼第一间迄个西式的中学吼，所以说是足有历史甲有代表性。虽然知影即几冬吼，咱拢了解讲即马少子化引起足侪学校关门啊。最近我有经过咱迄什么晨光中学吼，一间厝水水啊，毋过拢无咧用啊，因为无人啊。所以咱中营中学嘛拄着即款的挑战，但是咱毋免烦恼，因为安那呢？日本时代啦，咱中营中学差一点就关门了，因为日本迄个军国主义要求咱中营中学都爱拜天皇啊，佫派日本的校长来做呢，咱迄阵嘛经过啊，所以有压力有挑战，毋才会进步所以我相信咱为着中营中学祈祷人少去啊，毋过转型互伊佫较有活力，佫较水，会当继续伫即个世代造就佫较侪，通过基督教的信仰栽培佫较侪的青年愿主甲因伫地中营路中另外一间中营路中，因讲5月才要来报告啦咱等迄阵才佫来安排。咱甲时间到，咱事，咱请执事来收奉献，多谢。奉献。会将起立，咱做伙来唱奉献的诗歌。会众请坐。这是咱做伙来读本月金句。马可福音10章45节。因为恁主来，毋是要互人服侍，颠倒是要互人真正牺牲家己的性命。来赎回真侪人，咱福音10章45节，这是我来报告，请掀开周报第4页。
咱今仔日真欢喜，感谢，真欢喜看到咱中营中学的黄丽龙老师带着刘新凯同学来咱的当中，来报告，咱也为中营中学伊的校务经费来欢迎大家会当来为着中营中学校务的推展、校园福音推动来关怀大岛。大岛团队伫4月18号礼拜五暗时7点50分，要举行全教会耶稣受难日的特别聚会，咱请会众大家有备心来参加。本会定于4月20号的主日举行国外节赞美礼拜甲圣餐洗礼式，欢迎大家有备心来参加。第7点，总会定6月15日礼拜日伫凤山体育馆举行宣告160周年纪念感恩礼拜，请有意愿要参加、感动要参加的兄弟姊妹，会当来办公室来报名。今仔日咱要举行4月份的庆生会，等会后请大家留步参加。咱来举行4月份的庆生会。今仔日的爱心午餐，因为清明节连假，咱暂停供应一遍，请大家注意。时间的关系，咱将报告的时间交予夏牧师。讲兄弟，阮今仔日有新朋友伫咱中间，咱来甲伊欢迎吼。即个胡慧珍啊，个蓝子欣有伫遮无？伫遮，请伊徛起来，阮甲伊欢迎。来，欢迎你们2位哈，咱祈祷小组关心的对象，欢迎恁来参加哈，送恁一个小礼物。来，互恁熟悉教会哈，感谢主。好，请坐，请坐，小欢迎你常常来哈。咱嘛欢迎哈，咱有伫美国哈久久啊，转来咱台湾哈，咱这位这个秀芬姐王秀云姐妹有来中间参加礼拜，欢迎你欢迎伊哈。伊久久啊半冬啊是1冬会转来咱遮欢迎你对台湾的时间拢有上帝祝福哈。拄则有报告。各种的事工牧师各做一个强调啦吼。第一个就是讲，咱对即个4月13，就是后礼拜开始就进入到受难周啊。咱教会吼，虽然台湾即个社会较无迄个基督教的祭旗啦，但是咱基督徒爱重视，就是4月13开始迄礼拜，就是咱的受难周的祭旗。咱照即个周报内底有甲咱邀请讲，受难周迄礼拜，咱会当用灵修安静来纪念主的受苦所以咱迄礼拜尽量是讲，咱若有啥物宴会啦、喜乐的代志啦，咱小可甲闪莫开第二，咱穿较暗色的衫，莫讲穿安尼足花枝招展的、足水的、足红的安尼甲你的祭旗无啥合毋过你若袂记的，穿落嘛茫互讲骂啦因为咱都无迄个习俗啦，无迄个祭旗毋过若会记咧，像安尼咱还佫有即个40日的祈祷佫剩2礼拜若你有想要参加的人，欢迎你去登记来做伙加入即个大岛的行动这是咱的即个受难周个偌济报告，而且咱即个个偌济有要洗礼式咱现在有16个报名，感谢主虽然咱毋是举行迄幸福小组，但是足侪人嘛是要受洗礼较主若是你有感动，要大人洗礼、囡仔洗礼、坚信礼信仰个别，咱尽量伫即礼拜来甲报名，因为咱后礼拜就要开始安排学道班你若想慢报嘛是会使，毋过你也无上课无了解信仰，就来洗礼嘛较无彩啦
所以尽量咱即礼拜以来，咱就甲报名好势。佮另外咱第7项吼，第7项就是咱有关6月15，虽然还佫足久，但是已经报名要截止啊。就是咱6月15迄个礼拜日，咱要去凤山的体育馆参加咱总会庆祝设教160周年的纪念礼拜。因为伊要统计人数，通过名单，都要实名制哦。你的名单爱签你的名哦，吼。所以呢，咱上年已经报一只车40个啊，吼，名单拢填好啊。即马佫剩咧就另外一只，咱教会是要提供第2只车，但是吼，我对伊看办公室吼，无啥人签啦吼。咱有一个原则，若假使后礼拜以前吼，第2只车签无到20个，安尼可能咱就爱取消啊。到时看大家会友家己开车来安尼啦吼。所以你若要参加，吼，咱教会出迄个游览车钱啦吼，佫提供中昼的便当安尼吼。若有想要迄礼拜参加，若有小组小少上好啦吼，一组也是讲一个团契小少做伙去。但是咱一定要伫后礼拜以前报名完毕，若无咱就取消哦。第2只车咱就家己取消去啊。若有零星的人要去，可能爱家己找大家共乘啦吼，开车做伙去。6月15，赶紧伫即礼拜内，赶紧来甲报名起来吼。好，咱其他的消息吼。咱时间的关系，我就无报过一个大岛的消息互咱知影就好。咱可以看周报吼，周报的第7页内底，咱有一位即个小好的魔术娘啊，叫做庄芳芝老师吼。较老的会友拢知伊进前较少年时代吼，伊是主日学老师，嘛是咱的幼稚园老师，定有伫咱教会咧出入吼。后来伊是属于德光教会啦吼，毋过咱有真侪兄弟拢有熟悉，伊伫进前3月23受主温调吼，伊也病痛足久啊吼，主煞伊的劳苦，已经伫昨昏举行，伫台中举行火化日幕火化礼拜，要伫明仔载下晡1点半吼，伫咱仁德遮有一个树葬的墓园吼，要举行安放礼拜，咱也为着即个庄芳芝老师的家庭吼，伊的先生是牧师，伊的查某囝嘛是牧师啦吼，安尼主来台岛求主安慰安尼吼。好，咱今仔日小等下礼拜煞，大家请问才离开，咱为着这4月份的寿星来甲因祝福，咱来结束，谢谢。上营会场起立，咱来唱上营的诗歌，愿上主大人来。请夏牧师来为咱祝祷。三个来领受上帝恩典甲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施恩祝福保守，甲恁正大家三个同在，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煞。阿门。阿门。阿门。咱请坐灭岛献歌队来唱祝福诗歌，甲来庆生会。我要
了花赐予咱平安。咱要为着4月份的寿星来庆祝，请4月份爱在4月天哦，来加4月份的寿星先徛起来好无？我来唱祝福的诗歌，咱唱生日快乐歌了，要请嘉泽、吴嘉泽弟兄来分蜡烛，咱来唱来，来，这样，嗨，祝你生日快乐，小等下吼，唱了。愿主祝福你，祝你生，唱英文的，嗨。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咱请嘉泽弟兄来分蜡烛，来，来拍拍啊，拍拍。好，咱来为着寿星来祝福祈祷，再来完成咱来祈祷。主我的上帝，感谢你，春天到4月份春天的花拢开满。所有的树木，阮感谢主，你祝福4月份的寿星领受你的恩典甲疼痛，无论是在场，还是伫线顶，还是无伫阮中间的，我拢求你祝福因经历了上帝你的喜乐甲平安同在甲恩典，也互伫工作、生活、家庭健康以及子女上帝你的保护甲看顾，拢时时甲因三甲伫地，也互因领受到对主你来迄个信心坚固。有仰望甲成就伫因的成就，我也求你祝福伫阮所有的兄弟姊妹，伫即个连续假日，有的兄弟姊妹出外旅游探亲，有的对外地转来，但因今仔日慢慢拢要转去到家己徛起的所在，求你也引带因一路拢平安，上帝疼痛拢甲因伫济。阮奉你的名来祝福每一位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甲因祝福，感谢主，咱互相敬安，愿主甲咱同在地，大家平安顺行。谢谢。